孙雕四，确认徐家兄弟行踪了。回公主殿下，徐凤年和徐龙象皆已离开灵州，先后奔武当而去。好，我们也去武当。3年前，徐凤年推拒婚约，让我成了这京城里的笑话。一个武夫之子，也敢羞辱皇室。这3年的屈辱，就在武当还给他的。那小道士咋了？怕我打他，溜了。那你弟弟的事怎么办？既不能回北凉，也不知道让他住在哪儿才能避开皇室觊觎。想到答案之前，我先留在武当吧。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不可能有答案？我再想想。那小道士真的是武当下任掌门？没错。那你还敢在武当打他？他欠我的。怎么说？他负了我大姐。那小道士。我家常来武当，一来二往之间，我大姐喜欢上了那小道士。之后呢？没什么之后。小道士不肯下山，大姐最终嫁去了江南。他答应过下山吗？从未说过。那就怪不到他了。虽然没说过，但谁都看得出来，洪喜相喜欢我大姐。既然两情相悦，为何没有结果？他家掌门阻挠。这家伙自己发了个誓，不成天下第一，绝不下山。那他岂不是这辈子都不能下山了？偏偏我大姐也不肯再上山。算了，这都不重要。现在最重要的是黄曼儿的事儿，在想出结果之前，就委屈前辈也住在这儿吧。徐凤年，小泥人儿。我耳鸣了。徐凤年，还真是你，你怎么来了？干嘛不说话？你混蛋！我又怎么了？你知道这有多重吗？我背着上山的，快累死了。背的什么呀？换洗衣服、笔墨纸砚，你一样都不带就上武当来了，最后害得我把这些送过来。徐骁是猜到我要在武当住一段吧？他猜你还不是一猜一个准？为什么让你来啊？借马的事儿被知道了呗，还不是怪你。你一个人上来的？马车到了山脚就回去了。你不回去？
哦，徐先生让你留在武当照顾我，那你可惨了。哎，你属小狗的。哎，这屋子让给你们住，我自己找地方。有麻烦喊我。前辈。哎呀，这屋里实在是摆不下第二张床。行吧。睡吧。舒服呀！你想清楚啊！真不需要我跟你换一下？不用，你就坐那儿一晚上？我乐意。嘿，你那钱盒在包裹里呢吧？嗯。舒服呀！
酱瓜不错啊。他就在那儿睡了一宿。估计是累坏了。你也不把他扶到床上去？这丫头身世惨，那不是更需要照顾吗？她才不需要被照顾、被可怜。这丫头啊，骄傲着呢。可是他为什么睡觉不抵着墙呢？那包裹重，她这一路背上来，肩上背上，怕都是破了皮，靠着会疼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家丫头，我不知道，谁知道？我真是搞不懂你们。醒了，来吃早饭。吃饭，别管他。怎么了？有菜吗？要是不够，我可以再去拿。活的。菜还有活的。这道士是傻的吗？人家是武当下任掌门。世子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是问你有没有菜籽瓜苗之类的。可这怎么是活的呢？没出土之前，不是活的，是死的吗？姑娘说的对，是活的。姑娘要这些，做什么？种啊。我们有菜，可以给你送来。自己种不行吗？行倒是行，但是我们没有菜籽瓜苗。那你们自己吃的菜从哪来的？我们武当倒是有一个菜园子。带我去。走啊！你别看我，我可管不了。掌门，这不是菜头吗？大事不妙了，馆里遭贼了！菜园子里的菜被偷走了许多，得彻查呀！谁会偷菜啊？哦，
该不是山中林鼠闹灾？别整我，那是那铁锹挖的呀。也许是狐狸成了精了。哎，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。啊，去吧。啊。干嘛？狐狸吃肉的，它不吃菜呀。夫玄道者，得之乎内，守之者外，用之者神，忘之者气。此中要言，你可要自己参透，不要事事都问掌门。用之者神，忘之者气。用之者神，忘之者气。用之者神。娇妮姑娘，你偷菜这件事情，千万不能让掌门师兄知道。我让你带的路，菜也是我挖的，让他找我，跟你没关系。还是守密为好。你怕他？他打你？掌门师兄，他不打我。那你怕他做什么？什么路数？龙岭3天正法，龙虎山。皇室钦点的天下第一门派。其实待在武当也挺好的，不像留在北凉，整天都要提心吊胆，揣摩人心。就是吃饭全是素的，有点受不了。哥，你跟我来。怎么了？你快。哥，这边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就是这儿。你就住这儿啊？对啊，里面有个小木屋。哥，你等我一下。哎。哥，你醒了？我怎么又睡在这儿了？你不是睡，你是晕了。为什么会晕？木剑道士把你打晕了。木剑道士？住在竹林里那个？嗯。
他也是武当的，他没打你吧？没有，木剑道士受我心境。他用什么把我打晕的？剑气。剑气。武当还有这种天才？哥，鸡腿儿，山鸡。哪儿来的？我在竹林里打的，用火烤了，专门留给哥吃。你们没让木剑道士瞧见吧？他看到了。没拦着你？我记得武当戒律挺严的呀，这什么道士啊？木剑道士人挺好的。你喜欢这儿？那要不咱们一直待在这儿？你不愿意？哥是要走的。我去哪儿？哥要回家。爹说，家里不能没有你。大姐、二姐都不在，你也要走，我一个人回去有什么意思呀？那还算是个家吗？爹希望你帮他。黄曼儿啊，你知不知道徐骁送你来武当是为了什么？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拿着我的力气。他连这都告诉你了？告诉我。那你还这么听话的赶过来？爹说我没了力气，哥就不会有麻烦了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我傻没事，哥聪明就好。啊，吃肉哥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会招了，多谢前辈。不用谢，只是别忘了啊，剑九皇只让我护你2个月，时限很快就到。这么多人盯着，你还种菜啊？又不是找我的。洪喜相呢？被王成龙拉走了。看来武当这是打算置身事外了。我是徐凤年，哪位找我？掌门，能确定是龙虎山的人吗？可别被招摇撞骗的人蒙过去了。我亲眼见了，来的是赵熙团。赵熙团，龙虎4天师里的赵熙团，正是。掌门，龙虎山如今如日中天，天师亲临武当，咱们可不能不管不顾啊！是啊，这有什么办法？小师弟，你说呢？我觉得咱们教派叫武当，也不代表整个武当山都是咱家的。咱不是占山为王，这么大座山，想逛就逛呗。啊，那毕竟是龙虎天师啊！对呀，什么龙虎天不天师了？反正都是来找徐东相的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
说的没错。天大的麻烦，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掌门，徐凤年，正是。徐龙象在哪儿啊？让他出来。贫道要带他回我龙虎山。敢问阁下是？龙虎赵熙团。赵熙团，竟是天师亲临啊！那怎么能站这儿呢？这岂不是怠慢了天师？天师，屋里聊。徐龙象在哪儿啊？我这就去找他。天师先进去喝杯热茶。好。打得过吗？打了才知道。一会儿我正面吸引他注意力，你绕到背后偷袭。那可是龙虎山天师，我管他天时地势，敢打我弟弟主意，一个都不放过。那后面这么多道士怎么办？刀往天师脖子上一架，看谁敢动手。你闹这么大动静，龙虎山不会放过你。没事，就说武当掌门让我们干的。天大的麻烦，甩给武当接着，谁让这儿是武当山呢？确实是简陋了些，天师万物见怪啊。佳妮啊，你把这凳子给天师擦擦，让人家坐下。坐着方便。天师请坐。哦，风势大了点。哎，我来关门。不是说要喝茶吗？茶叶在哪儿啊？啊，茶叶呢？茶叶呢？茶叶，这有了茶叶了，水烧的怎么样啊？烧水了吗？啊，烧了吧？哎呀，这烧水还要等一会儿时间呢。哎，世子不必惊慌，也不要误会，贫道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带小王爷回龙虎山。那我就没误会。是敬酒皇让我来的。老黄，等等，你是说，是老黄让你把黄满儿带去龙虎山？建九皇知道世子为难，他离开了北凉，先来到了龙虎。世子应该知道，你弟弟现在可是奇货可居啊。还查到些什么？查出些支持小王爷上位的，没抓。和宁峨眉一样，都是被丢出来的饵。真正的幕后推手，藏得很好。凤年还在武当，是，一直不肯下山。他会想明白的。皇室等北凉破绽，都快等疯了。但他们都知道，只要您还在一天，北凉就一定姓徐。人是会死的，所以小王爷才重要。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徐凤年，那皇室就可以借小王爷争权，
北凉分崩离析，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小王爷，那正合了他们的意。黄满儿心智尚浅，怎么能斗得过皇室那些老奸巨猾的东西？所以呀，京城人都盯着小王爷。说句大话，如今天下只有我龙虎山才能保小王爷无恙。龙虎山跟我们徐家可没什么交情。建九皇曾经跟贫道说，小王爷天生神力，根骨非凡。那又如何？世子知不知道，贫道为什么至今未收徒啊？那是因为我这一脉祖传心法，对传人要求严苛，必须是根骨精奇，方能传承衣钵。建就皇选我，那是因为我真心收徒啊，世子。确实如此，道统传承对门派来说重过生死啊。所以你会保护黄满儿？既为师徒，当然如此了。眼下京城和皇室都盯着我弟弟，龙虎山号称什么第一门派，真能挡得住皇权谕旨？这就是建九皇来龙虎做的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此事涉及皇室，乃是绝密，贫道只能说给您一个人听。啊，我去外边等。你可以留着听。我这样的身份，听黎阳朝的秘密，你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？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怕死。我真是看不懂你和徐凤年那小子。看不懂什么？小姑娘，世上人潮翻涌，遇到一个人不容易啊。人跟人又没链子锁着，时光一冲就散了。多珍惜眼前，别像我，到这个年岁，就剩下遗憾。没什么好珍惜的，我和他，结果早就注定了。什么结果啊？生和死。就剩我们俩了，说吧。世子觉得，这龙虎山为何能封为天下第一门派呀？投效的早。因为在龙虎藏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也姓赵。那龙虎山天师一门不都姓赵吗？不是天师的赵，是皇室的赵。皇族。论辈分，他可是如今黎阳朝的老祖宗了。贵族藏匿在龙虎，这天下第一门派还能给谁呀？他为什么藏在龙虎？他在垂钓。什么？具体的你不用理解，你只需知道，此人求的是武道终极，人间至高。可是要想走通这条路，无敌城王仙芝是一道避不开的墙啊！龙虎山有个老家伙，一直想试探一下王仙芝的底细，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。那知道我要去营城，欢天喜地的要在旁边观战，这不就是买卖吗？老黄用自己做交易，正是。建九皇挑战王仙芝，那人借此探王仙芝虚实。条件是龙虎护住小王爷。那皇室能善罢甘休吗？毕竟是皇族先辈开口了。再说，
他人留在龙虎，皇室自然放心。再加上贫道我要传承弟子，必会在暗中守住小王爷。这明里暗里，小王爷都是万无一失啊。世子，剑九皇曾经说过，他来龙虎就是为了世子闯出第3条路来。我这几天啊，一直在想我们这游历3年遇到的事情。老黄是没用，但是也想能够帮到少爷。老黄啊，他跟王先知分出胜负没有？最新消息，他已经来到武帝城外，估计这决战结果很快就会传来。若有消息，贫道第一个告知世子。话都说尽了，贫道现在可以见小王爷一面了吧？多谢天师，不必了。这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。远行龙虎山，黄满儿会想家。你要带他回北凉？我是他哥，我保护他。如果小王爷回去，那北凉未来必会大乱呐！我知道，我来应付。哥，我跟老道士去龙虎山。你不懂别胡说。我懂，我走，能帮到哥。胡扯！我用得着你来帮？就待在家里，天大的事儿有哥在。哥，我愿意去。哎呀！想不到天下真有如此根骨，看来剑九皇没有骗贫道啊！贫道这一脉，终于有了传承了！老道士，我们能走了吗？你得叫我师傅。出个门带这么多人，我也不想啊。门派最新规矩，天师出门，必须是这规模。那你刚刚干嘛关了门才说话？这架子要是不端足了，他们肯定会禀报掌门。回头啊，得多啰嗦，麻烦得很呢。你们龙虎山规矩这么多？哎，师子放心，贫道的庭院是在龙虎山的脚下，离门派很远。我那儿没什么规矩，绝不会委屈了我的徒儿的。不能打他，不能骂他，不能欺负他。嗨，我好不容易找到徒儿，我就算欺负自己，也不会欺负他呀。哎呀，世子，你就放心吧，贫道那儿是山清水秀，冬暖夏凉啊，小王爷一定会喜欢的。山里还有珍禽异兽，他想抓就去抓；山上还有桃树和山楂树，他想吃就去摘呀。山楂树？对呀，山楂树多吗？多呀，很多的山楂树。怎么，徒儿你喜欢吃山楂？我哥爱吃。哥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全部采了藏起来，留给你吃。好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就去看你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，黄妹儿，哥想跟你要样东西，这样以后哥想你的时候就可以看着他。好，哥，以后你要是想我了，就大声喊我，我一定能听见。哎呀，好了，世子，来，徒儿，咱们走。哎，等等，世子啊，有2句话，能不能麻烦你转告给王重楼啊？你说。哦，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如此绝技，岂能蒙尘啊？
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，就这2句，烦请世子能够转告啊。这是要凭武力镇压武当。哎，门外之见嘛，都是这样。好了，徒儿，咱们走。黄曼儿，你要是不想走了，就跟哥说一声，哥把你留下。你知道怎么才能把他接回来吧？我知道。我接手北凉，就能接他回家。之前可一直说不想接手呢。把矛头都指向我，黄曼儿那边就轻松了。咦？这是出什么大事了？他看你干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跟我有关。说呀！剑九皇死了。给我。剑九皇，他去了武帝城后，先找了一个酒馆，要了2两黄酒、半斤酱肉、1碟花生米，炸的。他不喜欢粗泡，不喜欢水煮，就喜欢吃沾盐的油炸花生。王献之闻声而至，剑九皇5剑进出，8剑是轮番对敌，王献之始终是单手应对，一步未退。68招后，剑九皇用出剑九，有一武林人亲眼见到这一剑，乘此剑如银河倒挂，倾泻千里，已非人间剑术。王献之终于动用双手，剑九挥去了王献之的袖袍，2人势均力敌，再战49招后，剑九皇
力竭身亡。老黄没输，他就是老了。王献之亲口承认，若不是剑九黄力竭，这一战自己略处下风。剑九黄气绝之前，王献之问了这一招剑九的名字6000里，这一剑是我取的名字。剑九6000里。王献之感叹：此剑一出，天下再没有更高的剑招了。他的剑匣去哪儿了？留在了武帝城头。终了时，剑九黄经脉俱断，盘坐城头，望着北方，死而不倒。还有人听见他直到死前一直在哼一首古怪的歌谣。北方，他这是看着北凉呢。能把王献之逼成这样，天底下没有几个了。剑九黄已经是传奇了。这封信能不能留给我？好吧，多谢。世子节哀吧，剑九黄也算是求人得人。听说记下了对战细节。逼王献之出了双手，好个剑九6000里，可惜不能轻剑啊！少爷啊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，灭根死。这道跟少爷游历这3年，把3年的点点滴滴融在了一起，这才有了剑九，那就叫6000里。能不被少爷需要，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，第一件事少爷考虑过。好。
烛火不够，再亮点儿，我看不清楚。看够了吗？老黄死了，明白了吗？不对。什么不对？这信上写的不对。哪儿写的不对？我来来回回看了无数遍，这上面只写了剑九黄的名字，为什么不写老黄？他们只知道剑九黄是无双剑客，谁又会去想马夫老黄？赵集团说，剑九黄把王仙芝逼成那样，已经是传奇了。的确是传奇。他剑九黄成了传奇，可是我的老黄没了。我宁愿他不当上传奇，我宁愿他输了之后灰头土脸的跑回北凉。那个时候，我肯定大笑一场，然后再去让他偷地瓜来烤。老黄没了。是啊，老黄没了。回家吧，你弟弟去了龙虎山，你也没必要再待在武当山了。老黄，我要学武。想学武？你这个身份学什么武啊？想杀谁一句话，北凉铁骑就替你杀干净。我想自己动手，去武帝城战王仙芝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老黄死在武帝城，我要把他剑匣拿回来。还拿回来？王仙芝是什么人物？有他在，天下便无敌意。你一招一式都没学过，现在跟我说要挑战王仙芝。是。你呀，找张床，躺在上面一闭眼，做梦去吧。我现在是不如他，但我可以练。你以为你是天纵奇才，要追上王仙芝练多久？50年？多少年都可以，剑匣不能一直放在上头。请前辈赐教。你
来真的。行，想练什么？我只有刀。那就练刀。把刀提起来，手臂伸直，站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之内，石头要是掉了，就别找我了。没事吧你？离我远点。半个时辰到了，石子没掉。佩服。接下来练4个动作：直刺、斜撩、竖劈、回刃。各4000下。你要明白，王仙芝是天下习武之人的心魔，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。哪怕是当年一剑威临天下的剑神李淳罡，都被他2指斩断名剑木马牛。赵西团给王重楼传话，说什么？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忘了。登门求教，这是下战书啊！龙虎山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咱也没招惹龙虎山。龙虎山如日中天，又有朝廷做靠山。我既然练成了大黄庭，他们自然想打败我，好踩着武当的名头往上爬。咱打赢他不就行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！真打赢了，武当岂不成了龙虎山头号大敌？真到那时候，只怕武当真的要毁在我王重楼手里喽。不能赢又不能输，这也太难了。徐凤年在做什么？还在练刀。我练的还行吗？乱七八糟。明天4个动作各加1000下。看来我还有点天赋啊。谁跟你说的？